無論你想要顯化嘅事物到底係乜嘢，過程都係一樣。喺秘密嘅影片同書入面已經好完整扼要地描述咗呢個過程，所以如果你仲係唔清楚，請你一再重看呢一部影片，或者重新閱讀呢一本書，直到佢滲進去你嘅腦海入面，然後你就會將秘密入邊嘅原則帶到去你意識同埋生活當中。遇到任何嘅事，你應該要點樣做，你都會一清二楚。大家不妨每隔一段時間都拎呢一套電影或者呢一本書拎出嚟重溫一下。喺施主篇入面提到，首先保持自己內在的平安，然後你也能為他人帶來平安。人嘅內在越純潔簡單，越能多角度深入地認識事物，因為佢充滿住天上嘅智慧之光。純正簡單穩重嘅人係唔會因為工作忙碌而心煩意亂，而且不受己所求所捆綁。無論身處於任何情況，都唔會令到自己陷於危機四伏嘅誘惑之中。當你可以處於一個平安嘅狀態，你亦都可以為他人帶嚟平安。想象你美好感覺就係雨水，你嘅身體就係雨水嘅集水區。當你確保自己盡可能去感覺好多美好嘅感受時，你正讓集水區保持住滿水嘅位置，而且水位已經滿到寫出嚟。但係如果你忘記呢一刻放進美好嘅感覺，水位就會跌到好低，低到去全部係淤泥嘅底部。負面想法係一個指標，讓你知道你集水區嘅水位已經跌到去睇見淤泥，而你必須用美好嘅感覺將自己再次填滿，直到你嘅水又就快寫出嚟為止。請透過每日刻意用美好嘅感覺去填滿自己，讓自己保持住滿瀉嘅狀態。你踏出每一個正向嘅步伐，都喺度轉化你嘅存在。透過持續運用意志力，以及穩定而且有決心咁實踐你學到嘅一切，你會驚訝你嘅轉化係轉變得如此地快。你嘅轉化帶嚟一種難以形容嘅平靜同喜悅，你必須經過先至會知道，而且一旦經歷過，你絕對唔會返轉頭，只會讓你更加走向正向嘅步伐。持續嘅轉化令到你嘅生命更加豐盛富足，讓平靜同喜悅與你時刻常在。你唔能夠話吸引力法則冇用，因為佢一直喺度運作。如果你並未擁有自己想要嘅事物，你就會睇見你運用呢個法則嘅結果。假如你並未擁有你想要嘅事物，亦即係代表你就係喺度創造並未擁有你想要嘅事物。你仍然喺度創造，而法則依然不停地回應你。了解到呢一點之後，你就可以重新引導你呢股不可思議嘅力量去吸引你想要嘅一切。請你重新認清你所想要嘅結果同事物，向宇宙發送正向嘅訂單，讓吸引力法則好好地運作，讓訂單加速顯化送到嚟你面前。順着生命漂流，當挑戰出現嘅時候，唔好試圖抗拒。抗拒挑戰反而會讓你抓緊住佢哋唔放，讓心智聚焦於你想要嘅事物，然後漂浮喺充滿挑戰或負面嘅事情上，想象自己喺空中往下睇落嚟呢個負面性嘅小點。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正讓自己抽離負面嘅事物，看見佢真正嘅模樣。呢個簡單嘅過程可以避免你淹沒喺負面嘅狀態入面，讓自己從一個旁觀嘅角度去看待挑戰，你就會得到跨過挑戰嘅方法。用感恩嘅心情開始你嘅每一日，感謝你啱啱瞓過嘅床，你頭上嘅屋頂，你腳下嘅地氈或者地板，自來水、沖涼嘅設備、牙刷、衣服、鞋，為你保持食物新鮮嘅雪櫃，你所揸嘅車，你嘅工作，你嘅朋友，感謝讓你可以輕鬆買到你需要嘅嘢嘅鋪頭，你去食飯嘅餐廳，以及讓你生活便利嘅各種公用設施、服務以及電器用品。感謝你閱讀嘅雜誌或者係書籍，感謝你坐嘅凳，你所行走嘅路面，感謝天氣、太陽、天空、雀仔、樹木、小草、雨水同埋花，向佢哋講聲感謝你，感謝你，
感謝你。你唔會錯過機會，因為宇宙會持續將機會俾你。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錯失咗機會，就唔會有美好嘅感覺，而且肯定唔會處於一個可以接收到正確機會嘅頻率上。我哋需要有信心，宇宙有無限多嘅機會俾你，亦都有無限多種嘅方法去引起你嘅注意，你會捉住正確嘅機會。請大家記住，所有出現喺你面前嘅機會都係俾你，請你牢牢地捉緊住你一啲機會，將宇宙所俾你嘅機會好好地把握同運用，一個又一個機會將會不停出現喺你嘅面前。馬丁路德金佢曾經講過，每個人都可以是偉大的，因為任何人都能為其他人服務。你不需要擁有大學文憑才能服務，你不需要做得出合乎文法嘅句子先至可以服務，你只需要一顆充滿恩典嘅心，一個由愛而生嘅靈魂。服務係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嚟幫助其他人，例如捐贈物資、金錢，更加可以透過自己嘅經驗為其他有需要嘅人提供義工服務。服務係出於平等嘅關係，而且係雙向，而我哋應該要懷着一個感恩嘅心情去為其他人服務。為咗接收某件美好嘅事物，你一定要讓自己進入美好嘅頻率。為咗讓自己保持呢個美好嘅頻率，請你諗住美好嘅念頭，講出美好嘅說話，並且採取美好嘅行動。當我哋由念頭、說話，甚至乎行動都可以達成一致嘅時候，你嘅生活再冇空間容許其他唔好嘅事物融入你生活當中，讓一切美好嘅事物都充斥住你嘅生命。祝願大家有美好豐盛嘅人生。多謝大家收聽，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